財務秘書啊，Jason。好，咁咧今日第一位主講嘅嘉賓咧就係人稱幫主嘅 Annis Ho 啦。咁咧咁嘅公司名稱咧就係德信汽車有限公司啦。咁啊職業咧就係高端二手汽車買賣嘅上一份職業係啦，唔係依家嘅職業。咁咧地址就喺九龍，年資有23年嘅。前一份工作咧就係做物流業嘅。咁咧，佢熱切期望咧，就係每一個客人咧都可以買到最有性價比嘅優質二手汽車喎。咁呢個秘密啦，咁啊成功男人都有個弱，呢個我會覺得係弱點啦，唔係秘密啦。咁啊見到血會暈嘅，係啦。咁啊成功關鍵咧，咁啊幫主又覺得佢係未成功啊，距離成功仲有好遠距離啊。果然咧，啲高手咧都係覺得自己好有進步空間啦。咁啊，依家交翻俾個台俾阿幫主先。喂，好啊，唔該啊，各位，喂，多謝今日各位呢個 visitor，即係我啲嘉賓今日可以即係參與小弟嘅呢個8分鐘啦。咁啊，我開始講一講今日就係我嘅8分鐘嘅業務嗰個分享啦。咁我今日我原來咧，我眨眼咧，原來已經係9年嘅會員咯喎。咁所以咧，今日我嘅9分鐘就想分享由我入會到今天呢9年有啲咩蛻變之路喎，咁樣。咁送得張相啊，喂喂，咁啊，同埋我同你傾活動定點㗎？我自己講就話唔係，我見你一直都講9分鐘啊嘛，其實係八啊，好分鐘。嘅，啊，sorry 啊，唔好意思，喂，sorry 啊，OK，咁啦，好啦，咁就其實呢張相咧就係呢張相就係當年喺呢個南洋酒店啦。點解我揀呢張相咧？就係因為呢張相其實就係我第一次講當時嘅，好似係6分鐘啊，唔記得咗，嗯，6分鐘啊，係呢張係第一次講嘅，咁所以我攞翻出嚟啦，咁樣，咁係第一次啦，戰戰兢兢啦，咁啊想同佢講嘅我嘅6分鐘啦，咁樣可以轉一轉下張啊，唔該，咦，變咗小花嘅，係啦，咁我講下介紹我自己先啦，咁我係邊個咧？咁我叫幫主啦，英文名係 Andrews 啦。我嘅生意咧就係、我有幾間公司啦，有一間係德水汽車啦，有一間係上車有限公司啦，亦都係講成車展 case 嘅創辦人啦。亦都嚟緊，我係有一間叫快思控股有限公司，係做咩咧？就係、做充電站啊，我哋嚟緊充電樁啦。OK，咁喺我大利明分會9年啦，曾經擔任過主席啦。咁啊，主來賓接待員啦，財務秘書啦，同埋分會發展統籌嘅。咁啊，跟住下一張。咁我嘅起點啦，咁其實我入咗行咧已經23年噶咯喎。咁我開頭嘅時候咧，就係我08年海嘯嘅時候咧，就開始做老細嘅。咁當時係一個四個位嘅車展嘅參展商啦，咁樣。咁跟住就做到10個位啦，咁樣。咁喺我點樣入 BNI 咧？其實就我成日都講係一個充滿陰謀嘅環境底下進入 BNI 嘅。咁就即係嗰個人，即係因為我係當時，如果大家想知嘅話咧，我又唔詳細講啦。咁我揾到 one to one 啦，咁樣。咁我嗰個陰謀咧就好關我呢個人事嘅，嗰個叫 Maggie Chiu。咁 Maggie Chiu 咧就係其實我嘅介紹人啦。我加入 BNI 入邊咧好多謝呢幾位人聽嘅。咁啊，我首先就係我嘅介紹人 Maggie Chiu 啦。跟住就係 Eddie 啦，Eddie Chan 啦，咁啊001啦，同埋我嘅好伙伴 Ivan Ma 啦。因為呢幾個人令我喺 BNI 咧就好多呢9年當中咧好多嘅啟發啦，同埋改變嘅。咁跟住下一個，咁好啦。咁其實咧最大嘅改變係咩咧？我好記得咧，即係 BNI 我入即係我講嘅時候，我哋會約出嚟講20秒咁樣啦。咁其實咧，我成日喺度諗啊。我冇可能咧到50歲咧都仲喺出邊揾生意嘅喎，咁樣我成日喺度諗，咁冇可能50歲仲喺度講，咁我喺度諗點樣令到自己50歲而唔係即係仲係要自己跑生意咧咁。咁咧喺嗰個因緣之下咧，我就好欣賞呢位仁兄啊。點解係范冰冰咧？因為范冰冰咧，我好記得咧就當年佢好紅啦，係咪？咁啊啲傳媒就問佢：喂，你使唔使嫁入豪門㗎？即係如果即係有錢人娶你，你會點啊？跟住范冰冰就好豪氣講：我唔會嫁入豪門嘅，因為我就係豪門。因為佢絕對有能力可以令到照顧到自己。咁呢番説話咧，令到我係一路喺我自己生意上面咧，都去激勵我自己。即係我就要令到自己成為豪門咯，唔好令到自己50歲或者打後都仲要係即係彈出嚟跑生意咁樣，要開始為自己咧未來佈局啦。
點樣更上一層樓。下一張唔該。咁喺逆境中咧，即係喺疫情嘅時候咧，我就開咗新公司啦，開咗喺筲箕灣嘅一個1萬尺嘅鋪位啦。咁就直情喺呢個2022年開嘅。呢個都係因為一個喺會友嘅建議同埋支持得之下開嘅。跟住咧，下一張。好啦，咁跟住咧，2023年咧，就由我自己，即係當時我啱啱分享啦，我由一個參展商4個位到跟住咧，我就喺2023年一個因緣際會之下咧，一個機遇之下咧，同埋喺好多唔同實踐咁多人物嘅之下咧，我就開咗九龍城廣場成個車展，由參展商咧成為咗車展嘅經營者。咁呢張相咧就係、當時我揾阿陳海琳咧就做我哋嘅即係少少代言啦，咁樣去揾即係幫你去宣傳啦咁樣。下張。呢9年嘅嗰邊就係由一個小商戶啦，去到好多元嘅發展，有一個筲箕灣多咗一個筲箕灣嘅公司上車人公司啦，同埋跟住最後就23年就做咗一個開始做一個車展嘅平台嘅參展商啦，都係呢9年喺 BNI 好多嘅學習同轉變啦。當然啦，係咪一帆風順咧？絕對唔係啦，因為我相信好多會友同我都一樣，23、23、24啦，其實都係好難過，到今天都好啦，其實都好難好大挑戰嘅做生意。咁亦都因為其實調翻轉我成日都覺得做生意咧好孤獨嘅。咁好多時候咧，好多嘅艱苦或者挑戰咧，冇乜人可以同佢分享。但係咧，我覺得大 M 就係一個咁樣。好能夠俾我去攞到意見啦，或者喺我有需要困難嘅時候咧，俾到我支持嘅分會。喺呢咁即係過去咁大挑戰咧，其實都好多謝大力咧，你俾到我好多嘅方向啦。下一張唔該。咁嚟緊咯喎，小弟其實咧個步伐都唔會停下嘅。咁雖然咧依家咧我就有呢個九龍城嘅車展啦，有2間車行啦咁樣。咁嚟緊咧，我今年咧2026年咧就開始會做一個充電樁嘅事業啊。咁係咩咧？就好似油站咁啦。咁我會喺全港唔同嘅地方嘅停車場啦，主要就會建立喺嚟緊3年之內有興建200個快充嘅充電樁啦。配合依家今時今日就係個趨勢就係市場電車發展啦，咁長遠可以有一個持續嘅收入啦。另外一樣嘢就係我車展嘅業務咧，都會一路揾緊一啲優質嘅地方，可能會可能會搬啦，或者係揾一個即係去擴充啦，可能有一個更加多嘅地方俾我啲業務，我嗰啲 partner，即係嗰啲參展商嘅咁樣，咁提升品牌嘅市場影響力啦。同埋更具規模啦，可以做到。咁呢個係我嚟緊首先第一就26年就充電樁就開始咗㗎啦。咁嗰個揾另一個市場車展嗰個業務升級咧，就發掘當中啦，咁樣。咁我希望得到 referral，其實大家都知嘅，我個個禮拜都講就係收購汽車啦，因為我哋嗰行咧就係冇有貨先係最緊要嘅咁樣。咁如果身邊有朋友想賣車啊，無論有車，啲人成日你電車賣唔賣收唔收㗎？其實我都會收嘅，有車同埋電車我都收啦。如果身邊有朋友想賣車，請你介紹俾我啦。同埋一啲高端嘅汽車添務公司，不過而家 Ken 入咗嚟係精神啦，係嘛？希望多啲合作機會啦。同埋高端汽車維修都係我嘅合作嘅伙伴嚟嘅。下張。最後呢張相就如果身邊make sure 我 keep 得唔得？呢張幫我 send 俾我老細啊，好嘛？做下嘢啊，好嘛？無論感恩即係我過去啦嗰10幾年啦，無論高低起跌咧，我老細都好支持我嘅咁樣。喺我最難捱係夜晚瞓唔着嘅時候咧，我老婆都會同我講即係我係都會支持我啦，同埋佢一路喺我身邊啦，咁樣幫我照顧我屋企啦，咁樣我即係非常愛同埋好多謝我嘅老細嘅咁樣。我今日嘅8分鐘就完畢啦，多謝各位。send 咗俾你老婆啦，放心。得唔得啊？係嘛？好事。喂，多謝你啊！喂，記住俾佢啊！喂，好多謝幫主咁精彩分享，晨早流咧就殘眼啦，喺度放晒閃咁樣，即刻要打翻副超先搞掂。咁咧，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咧，即係會後快啲約幫主 one to one 啦，點樣？
要了解下呢個準備成功嘅男人。好，咁下一位咧，咁我哋介紹等等啦，就係 Alice Chan 平面設計服務嘅，咁咧公司叫 Caesar Consultant Company Limited 嘅，係啦，咁嘅職業咧就係翻達啦，喺呢個港島區嘅地址，年資有4年啦，前一份工作就係 sales 啊，熱切期望咧就係公司嘅今年嘅純利啊，可以啦達到6位數啊，係啦，咁啊佢嘅秘密咧，我覺得呢個都唔係秘密啦，大家都知。佢嘅真名叫 Alice 啦，藝名叫小花啦，咁別名咧就叫無敵啦。冇聽過，係冇啦，咁仲有啲咩蘭桂花嗰個咧？咁我唔知大家知。咁啊，成功嘅關鍵咧就係覺得自己未成功嘅，仍需努力啊。咁呢一張難忘照片咧，就係佢話係人生第一張專業照咧，就係加入大 limit 之後影嘅第一次拍攝。大家覺得似唔似真人啊？有冇照片啊？冇噶嘛。OK，咁啊，交翻俾個場俾阿 Alice。係，唔該 Jason。好，都麻煩你幫我 share screen。係，大家好，我係 Alice，平面設計服務 Alice Chan。今日咧就為大家了解一下，帶大家了解一下 Caesar Consultant Company Limited 一間平面設計服務公司嘅故事。下一頁唔該。咁我哋係邊個咧？我哋係一間土生土長、專業嘅平面設計服務顧問公司。其實我哋已經成立咗5年㗎啦，而家咧擁有大約5位嘅資深設計師，繼續仲招攬緊專業嘅人才，當中咧都包括90後嘅小鮮肉。而我哋嘅使命咧，其實就係好簡單，喺呢個瞬息萬變、品牌都要求包裝嘅商業世界，就係為每一位客人、每一位老闆度身訂造屬於你公司嘅平面設計服務，幫你嘅生意由呢個路人甲月餅變咗做吸睛王。我哋 Caesar 團隊咧就係你哋嘅品牌造型師，唔止頭髮啊、衣着啊、西裝都要品牌。平面設計你公司嘅 image 都好需要一個難忘嘅公司形象，一個品牌設計嘅服務，就係平面設計啦。咁我哋 Caesar 團隊咧都有同唔少嘅機構啊，仲有公司合作嘅。咁呢啲咧其實唔單止係我哋客戶，更加係對我哋平面設計師嘅認可。以下咧同大家分享一啲我哋過往嘅作品啦。咁我哋其實同埋我哋11頁係講多少少。咁我哋除咗平面設計，大家成日會問有啲咩啦？除咗係你公司嘅品牌形象設計啦、logo 啊、卡片啊，平時攞出去派嘅宣傳單張啊，或者要擺出嚟嘅 poster 啊，擺出嚟嘅 Facebook、IG 嘅 poster 啊、banner 啊，無論係線上線下，你都係要俾人睇嘅平面設計，就係我嘅專業範疇。另外仲有就係如果你公司有啲包裝產品包裝啊、攤位設計啊，都係我哋平面嘅設計服務。係，下一頁唔該。咁啊，開始俾啲嘢大家睇下啦。咁我哋 Caesar 有唔少，啱啱有提過，有唔少嘅機構同埋公司合作。呢啲唔單止係我哋嘅客戶啦，都係我哋平面設計師嘅認可啦。咁以下咧就同大家分享一啲過往嘅作品同埋設計。當中咧，大家就會睇到一啲特別，我哋會見到一啲相熟嘅名字嘅。咁等我逐一同大家介紹呢啲熟悉嘅名字啦。咁第一個咧就係我哋嘅建築工程組嘅 Walkie 係啦。咁呢個風波咧就係雖然未出世，咁啊其實喺我哋嚟緊嘅雜誌啊或者其他平台，佢可能已經用緊㗎啦。咁另一個咧就係我哋嘅 Edmond Sir，咁其實都擺咗喺我哋繁星期4實體會嘅展會嘅風波。下一頁唔該。咁另外咧，仲有我哋嘅瑜伽同普拉提導師 Vincent Sir。咁另外佢呢個風波嘅特點咧，就係有得試堂㗎，我哋係有早鳥優惠㗎，咁大家都可以去睇下，都係擺咗我哋現場嘅。咁另外咧就仲有我哋餐飲組嘅西餐廳 Stephen 史提芬。咁呢個優惠咧要去到佢哋店鋪先見到呢個咁靚嘅 poster 啦。下一張唔該。咁另外仲有我哋嘅Andy 企業顧問係啦，咁呢個都係喺我哋實體會係會展示咗出嚟嘅。
另外咧，仲有我哋靚靚嘅，你想變靚靚嘅 Jacqueline，咁佢呢個係啦，都會有現場嘅優惠啦。呢個風波同埋有埋佢嘅 contact 啦，有埋 IG 啊、WhatsApp 嘅落埋 contact，大家呢啲都可以留意。咁最後咧就仲有我啦 Alice Chan 啦，咁呢個優惠咧就都係我哋實體會同埋嚟到嘅嘉賓都可以享有嘅。另外咧，咁呢個點解要特別標出嚟咧？咁啊，當年都好多謝 Hiko 啦，佢嘅公司就係初創公司，由零開始，由 logo 啊，同埋無論卡片啊，都係由我公司設計嘅。係，下一頁唔該。咁喺呢度就再次多謝我哋會友嘅支持，咁更加證明咗佢哋嘅品味同埋公司形象都係 good taste 嘅。咁咧喺呢度最後咧都繼續推出我哋 CISA 嘅限時優惠啦。呢個設計套餐係唔限於我哋 Dynamic 嘅會友，今日出席嘅嘉賓都可以享有。繼續係我嘅988風波設計套餐，找翻幾多錢就唔使我再講啦。各位老細數學係好過我嘅，咁都包3個尺寸同埋一站式嘅服務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最後唔該，咦，我嘅好需要嘅引薦，最後嗰頁冇咗，但係等我嚟口講啦。咁我哋 CISA 團隊咧最需要嘅引薦咧就係冇設計團隊，但係對美感又有要求嘅中小企老闆。另外咧最需要嘅咧就係需要專業形象嘅初創公司老闆。CISA 嘅平面設計服務團隊一定幫到你。Thank you， 隨時聯絡我，唔該晒。好多謝呢個花名小花嘅 Alice Chan 咁精彩嘅分享啦，咁啊，大家想了解更多或者